S.D 排名香港10大最多人行嘅行山路線。大欖涌水塘有港版千島湖之稱，喺清景台望落去，幾十個小島坐落喺水塘中間，景觀異常獨特。不過路程咧就少少長，但勝在有巴士直達大棠，行過好方便，難度又唔高，風景特別。我俾 A。大帽山全港最高峰，好多時大霧到乜都睇唔到，所以都有大帽山之稱。不過巴士咧班次好疏，成日要等成個鐘。試啦。蚺蛇尖貴為香港三尖之首啊，有360度無敵大浪灣嘅全景，但係咧代價就係路途超遠啊，同埋好難行啊，新手絕對唔好試，同埋又要轉2程車，搭船咧班次又少，交通激到 PK。C 啊，青山啊，香港三尖之二，望到成個屯門景色同埋機場，可惜全程都係碎石路，路線又長，車程10分遠。D 釣魚翁。嗱，三尖入邊咧，風景咧其實可以話係數一數二好噶啦，既可以望到清水灣、布袋澳同埋將軍澳海景，路線咧仲要唔彈行，巴士咧直達5塊田，啱晒想挑戰三尖又驚太難嘅朋友，新手嘅朋友都可以試下挑戰嘅。我俾 S。城門水塘嗱，有8000層嘅林道同埋水浸樹林，啱晒影相啦，平地又多，啱晒一家大細同埋帶埋寵物嚟行。不過咧風景單一，仲有機會多蚊，有機會有馬騮，不過交通尚算 OK 啦，有小巴去直達，俾個 B 你。麥徑二段。堪稱全港最靚嘅海岸線，有浪茄灣啦、西灣啦、鹹田灣3個沙灘，景色集於一身。但係路程太長啦，要行成6至7個鐘，體力差啲嘢都頂唔順。交通咧要轉幾次車，唔算方便，適合有經驗嘅行山友。俾個 B 你啦。大東山嗱，每逢秋冬芒草季節咧，成個山頭都係金色芒草，好靚噶。但係上山又行梯級會到傻 B。菠蘿山同下白泥。前半段有港版大峽谷，後半段咧有港版天空之鏡。行完下白泥，仲有小巴走，無需回程輕鬆走。呢條路線咧體驗豐富，新手亦都應付得到。我俾 S 你。龍脊啦，龍脊兩邊都海景，好彩嘅話仲可以睇到人玩滑翔傘，景色超到爆。巴士直達，容易行，交通又方便，啱晒新手。我俾 A 你啦。如果仲有咩行山露營嘅知識，想我哋排名嘅話，記得 follow 我哋，同埋喺留言話俾佢知。